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条文台语安尼写，条文，条文就是恒定，就是平均、均匀、稳定。这块布呢，甲真水，色水真条纹。这区田菜籽也甲真条纹，所以菜栽发甲真整齐。像你安尼，兴则要去甲恁阿爸斗做事卖条纹啦，无怪恁阿爸唔敢唔忙你。你若要安尼，一日讨海，三日曝网，三做四休困，趁钱是袂条纹哦。俗语一日讨海，三日曝网，都是华语的3天打鱼，2天晒网，是咧譬如讲做代志无坚持，做一半就放弃，拖出来意思是讲人办单，总亏做一工休3工，毛一曝十寒，曝日曝一工，冷冻10工的意思。条纹的条有一个音济，像讲交济，人交够济咯。济好济，就是同心协力。俗语讲家和万事兴，一家伙仔都爱和济，才会万事拢兴旺。济同济一起，同济食饭，同济踅街，同济看电影。济交济天，就是《西游记》内底孙悟空。有一句俗语。先拼先，害死交济天。两边咧拼斗，煞是无辜的第三者受灾殃。今仔日的台语字条纹实在真趣味。